大家平安啊！今日论坛231回是咱景南书院主办的台语讲办行面的系列其中一场今日要来讲美国的童军的活动去过之前呢，小可了解一下景南书院。景南书院是伫加州立案的无出摊的组织就是专门在做台语相关的事工。咱其中一项最近要起过的，就是讲阮想要来，互大家来看讲，伫即马媒体内底讲到的一寡语词台语用了安怎咱对这这个部分来探讨讲那艺术的部分可能咱对这个新闻事件的看法等等要安怎甲这新闻翻译做台语所以阮有按算登记来开这个课不过正式开始进行的，所以阮可能试办4礼拜看卖这伫咧6月起过时到就请大家来到阵参加时间是逐礼拜4的暗时6点半是美国时间。另外一项就是阮甲人本教育基金会合作的这个台语好画牌阮甲伊因为因进前有一个大卖的这款家私就好画牌阮甲伊合作翻译做台语最近因年初就伫咧台湾就出版不过北美版的对，因为那是对美国对台湾买来会伤贵嘛阮就伫咧北美洲嘛是出同款的版本搁另外有出全白话字的版本安尼这嘛是最近才拄上线以上都是关系书院的小解过来咱来看今仔日的主题今日主题就是在讲美国的童军主讲是就是阮的理事佩金就请到佩金佩金你麦克无开歹势我想你要讲头两个你讲交互你好，不要紧。好，大家好，我是佩金。其实我甲明翰两个拢是童军的家长，所以今仔是我甲明翰两个做阵来主讲安尼。咱大家毋知对童军的印象是啥？是我毋知因为我家己算在美国，我初中毕业都在美国所以我其实对台湾的童军无啥了解，但是毋知台湾童军是毋是感觉是军国主义？还是讲是教堂咧办的，还是讲是对印象是就是讲定定去野外露营，还是讲饼真好食？大家毋知有人有啥物对童军的印象是啥？讲到饼真好食，我毋知你也在美国讲到饼，其实是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个组织叫Girl Scouts of the USA， 还是讲大家拢叫伊 Girl Scout， 迄是另外一个组织，毋是阮今仔日要讲的这个Scouting America。Scouting America 因的产品，因有做食的产品来赚钱，是因是卖 popcorn 安尼。好，明翰应该有一个两个 animation， 对，所以倒边这是 Girl Scout 的 cookie， 正边是 popcorn 安尼。好，刷落来。好，今仔日的摘要阮要讲童军的活动甲利益过来要讲童军兴旺的甲衰微，童军的兴旺甲衰微上尾要讲你也家己在美国遮也想要家己办一团，要安怎办安尼？好，刷来。
头起先来讲童军的活动，甲利益。对童军对囡仔其实足侪，我家己是感觉有足侪利益，因为你会使住遐学着足侪，比如过日材料，比如安怎煮食，安怎家己钱安怎管，还是讲厝诶内底用 family life 反正足侪会使学过日诶互囡仔有过日诶材料啊。个囡仔有真侪机会使学安怎带头，做事材料leadership 个会使囡仔会使学着和团队合作诶材料，安尼会使知影安怎甲别人做阵做代志合作过来是社会化，就是因为你去参加童军，去童军会使拄着足侪无共款诶无共款人，无一定是学校诶共学，有诶是学校有诶学校可能有童军，但是嘛有足侪美国遮真侪是社区诶，所以你会使拄着其他学校内底以外诶人会使学一寡社会咱社会就是学校较袂学着诶一寡代志安尼。个有会使学着服务人诶精神。童军其中真大诶部分就是爱做 service project， 就是爱去甲比如去捡垃圾还是去甲做啥物服务到做一寡社区诶义工安尼，所以我感觉是对囡仔来讲是真好诶一种经验对会使互因真好诶观念安尼，后摆会使对社会有贡献。个上尾就是会使发展对大自然尊敬甲野外诶知识，因为在学校其实学袂着遮诶物件，因为你也去学校学就是迄数学科学迄种较袂去接触到大自然一寡知识还是讲安怎去对大自然安怎去尊重，尊重咱大自然，莫甲咱的破坏咱的一寡生态有诶无诶。所以我感觉童军对囡仔来讲，这嘛是真大诶利益，会使教因安怎尊重大自然安怎在野外生活真正在野外安怎会使家己过活，还是安怎会使有一寡知识安尼。好，再来。大家有问题会使I guess unmute 莫伤长，会使若问了紧。好Scouting America 来讲Girl Scout 迄边我无了解，因为阮兜是2个囝，明汉因兜嘛是2个囝，所以阮今仔是敢若讲 Scouting America 一部分。Scouting America 即个组织内底因有分Cub Scout 甲Scouts BSA。Cub Scout 是由童军，是较细汉的，是5岁至10岁左右。主要伊 Cub Scout 是照年纪迄个学校的年纪看倒一年安尼按 UDN 到5年来算有5个等级安尼Cub Scout 是大人家长大人来带头，所以拢是以大人来办活动，大人来带做开会，逐摆聚会拢是大人带头大人带因来做迄个，因每一年拢有一本册，或是即个 slide 正像边迄个迄5本，迄5色迄5本每一年因就做因的，是大人的带头来做遐 requirement 因Cub Scout 活动拢是以家庭做中心，所以因所有的活动拢是全家拢会使做进去。你也算有妹妹，还是有弟弟，还是有哥哥，还是有姐姐，拢会使做进去露营，还是去爬山。所以
厝诶一个是童军啊，是 Cub Scout， 其他诶人厝内诶人嘛会使缀咧去参加活动安尼，所以家庭为中心诶。啊，查某拢会使参加，拢会使做伙参加。这是我袂记得是几年前开始诶。古早是敢若因叫做 Boy Scouts America， 或是 BSA 啊，即马改做 Scouting America， 因为即马开始有收，即几年开始有收查某囡仔，对，所以即马 Cub Scout 是查某拢会使，但是有诶军团敢若收查甫，有诶军团敢若收查某诶款，啊，有诶是拢会使安尼，所以你找啊参加诶时阵哦，可能要小问一下安尼。啊，因注重 Cub Scout 注重诶是精力就好，是 do your best。因主要是鼓励囡仔尽因诶能力来做代志安尼。啊，伊有是每伊诶等级其实就是照年龄迄个学校诶几年安尼。所以 Lion 就是 UDN 啊 ，Wolf 是1年诶，啊 Bear 是2年，啊 Weeblo 是三年。小兰，应该1年、2年、3年对。Weeblo 是3年，啊上尾 Arrowlight 是4年，啊4年煞5年又是升顶去咱小淡要讲迄个 Scouts BSA， 古早叫 Boy Scout， 但是即马有嘛有查某囡仔，所以有叫 Scouts BSA 安尼对。啊，遮就是即是互你看讲每一年你要做爱做诶一寡 requirement， 因为cover 教诶一寡物件安尼。啊，所以伊这是照年几岁几年来教啊，所以你每一年到年底，大家照你讲，每一个人拢会 rank up， 拢会晋级甲后一顶安尼。对啊，甲 Arrowlight 5年煞了后是去，无是去 Boys Troop 啊，无是去 Girls Troop 安尼。好，过来刷来。好，所以游动军因做诶活动，或是一寡去爬山啊，去露营啊，嘛有去困过水族馆，即马顶头迄图是阮兜囡仔细汉去水族馆困过暝诶相片。无参观动物园啊，或是带一寡囡仔出去啊。即个像动物园，大家拢会使做，大家你规家家己去嘛是会使去啦。但是都是大家做阵一大阵诶军团去是较趣味。啊，像困水族馆即种哦，是其实你也有一个团体，你也毋是当军，无上少嘛，爱参加其他团体教堂去困，因为去因迄爱报名啊，爱互因来甲你讲会使去安尼，对。啊，所以无参加童军，我应该是袂有遮尔好诶迄种特别诶经验安尼。我感觉阮去过一摆2摆，反正我会记足好算。啊，大人因为是游童军，所以大人嘛会使做阵去，所以我嘛有缀去困安尼。是摕迄困露营迄种困地啊，困诶裤骹，水族馆诶裤骹安尼过暝。啊，嘛会去参观警察局啊，消防队啊，也是讲动物迄个收容所，遐个所在，或是去甲因了解讲，遐个所在是伫创啥物，伫因安怎是安怎伊做代志因会拢会请拢有人来甲阮的游童军小解讲，因拢会创啥啊，互因体验一寡物件安尼。啊，拄仔有讲其中童军其中一个好处第一就是会使甲囡仔安怎服务社会对无？游童军会去服务社区，比如去课本所去高正人去一家去高正人来罐头的物件互需要的人。伊一年拢有一个叫做 Scouting for Food 是叫囡仔去社区内底啊，每一间厝啊去敲门去甲因
安尼其实嘛会使训练囡仔甲人讲话的能力，安尼对，个顺续会使做好代志，安尼甲。热天休落的时阵会使有叫summer cup camp， 迄是一礼拜的敢若夏令营，但是逐工哦是去遐转来，毋是转来困对。一年佫有一摆一种叫 Scoutorama， 就是敢若东军的园游会种 festival 活动，就是像下平倒迄个就是Scoutorama 的相片，就是有足侪活动会使，足侪真趣味的活动会使做。迄个活动嘛是 Scoutorama 嘛是互一寡可能也无参观，对东军无了解的人会使去参加迄来了解讲，东军拢会创啥物，做啥物活动安尼。较大汉的4年的会使去3年4年的会使去参加 Webelos Resident Camp， 迄又是过暝敢两工一暝还是3工2暝，我袂记得啊。对，迄又是等于开始互因训练，讲后摆去转去迄个 Scouts BSA 了后，较大汉的了后，互因变讲互因较 get familiar， 较我袂记得遐讲，我是较袂讲要去外口过暝，较过暝会惊安尼，互因较get used to 安尼。好，过来，是大家敢有问题？歹势，搁来伊讲。好，过来就是较大汉的童军，可能叫童军，大体可能叫童军。即马英语叫 Scouts BSA， 古早叫 Boy Scout， 即马因为 Girl Scout 是另外一个，所以我改做叫 Scouts BSA 安尼。这是11岁至17岁，你18岁，你当18岁迄天，你又袂使毋是伊这无算伊遮童军遮，你又变大人啊安尼。这是青年咧带头，是互因囡仔家己开始学安怎带头，所以大人变讲住在边斗相共尔。咱比如因聚会是因家己决定讲因要做啥物物件，要讲啥物，要创啥，要做啥，要安怎准备，拢是因家己去传。大人是住在边顶讲因若需要意见，阮会出意见；是需要阮家己买啥物物件，阮会使斗买，还是阮感觉因的计划无讲介妥当阮会互因甲因小甲因调节安尼。但是主要是因家己后爱带头，互因慢慢开始学安怎带头，领导能力就是安尼，因慢慢开始训练安尼。所以这是以童军囡仔为中心的活动，所以家长免一定爱去做阵参与。所以到这个阶段的时阵，是有真侪活动，有的是家长无一定会去，是因家己童军家己去安尼。这嘛是查甫拢会使参加，毋过军团就是有分开，有叫 boy troop girl troop， 有的是查甫的 troop 查甫的 troop。但是有的活动，比如去迄种较大的所有军团拢会使参加的活动，你会在遐会看到查甫拢有会男做伙安尼。平常时开会的时阵，就是家己查甫的分，家己开会，查甫的家己开会安尼，聚会安尼。因这个阶段的童军是注重的是领导能力，甲野外的活动，做足侪，互因有足侪机会会使来训练因的领导能力，抑佫会使，佫有足侪机会去野外做真侪活动安尼。顶级来到 BSA Scouts BSA 遮有分7个等级。Scouts Tenderfoot Second Class First Class Star Life 甲 Eagle。这无照讲你讲几岁是到几个，这就是你家己看你做会到，你也无做
功课，无做你该做诶物件，啊，你又无法度升等安尼。所以甲 Cup Scout 无共款是 Cup Scout 等于你迄年你啊3年跟4年你就是会 rank up 安尼，但是东军这边就是你家己决定你要行偌紧，还是你要行偌慢。所以无一定逐个人拢会到 Eagle，有诶人可能甲 first class， 还是甚至甲 second class tenderfoot， 讲啊我袂做啊，还是讲伊时间到啊，你若到18岁，你又无法度继续。所以有诶人啊18岁到，但是你还未做甲 Eagle， 所以你又嘛无法度时间，伊有限迄个时间安尼。啊，即个阶段诶当军有足侪 merit badge， 叫我毋知迄台语安怎翻，就是有足侪 merit badge 会使摕，会使你影算每一个 merit badge 有一个主题，啊，你会使去学讲对迄个主题所有诶相关诶知识安尼，啊，做一寡功课，你会使去得到迄个 merit badge，拢总有135个以上诶 merit badge 会使做，所以有足侪无共款诶科目诶 merit badge 会使从按拢足平常诶，比如讲煮食啊，啥物收水啊，迄种较知影，啊嘛甲迄种足奇怪的，比如什么 coin collection 去收集蓝山迄种，迄嘛有敢若有一个 merit badge， 啊是什么 fish and wildlife， 钓甲鱼啊，鱼啊无关系，可能有真济无共款的 merit badge， 囡仔会使家己选安尼。好，啊，刷来明翰会去讲，因为我歹势我爱先落线，阮囝比赛。好，我捡起来讲，好，多谢明翰。即啊，就是迄是伊因兜去参加过的活动啦，吼，伊就小可影者就好，就是比如讲去下船啊，吼，去赶人去溪内底露营嘛有啊，吼，这应该是迄个 summer camp 吼，就是四界拢有人，都迄个东军的团都会去办迄个东军分会都会去办因家己的 summer camp， 就是伊规个热人吼，一礼拜都招人来，因人去参加一礼拜安尼，都是算大拜拜安尼，好。这个应该是叫做 backpacking 就是讲你啉的、食的、穿的、困的，拢排伫你的身躯，行路去新庄拿来过一暝，才到转来。这甲咱普通去露营都小可无共款，因为露营你用物件在车底对，用车载去，就较毋免烦恼讲哦，伤重排袂行，这你就要小可想者，啥物爱炸，啥物无爱炸，即款的。来，过来来讲，咱讲当军有遐尼侪无共款的等级，你要安怎升等？升等了后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基本的，你当甲伊的等级分做三个较大的分类。头前这3个就是囡仔佫足细汉，你拄仔参加无偌久，伊就是教你一寡基本的知识，比如讲像 tenderfoot 就有一个讲，你若去甲人露营的时阵请你甲人斗3工煮一顿。若是到 first class 的要求是啥呢？是你甲人去露营的时阵你负责去买菜，到遐负责煮，所以这就无共款的程度嘛，对吼？像有即款比如讲你若摕到迄个罗经，你要安怎用？这拢是伫个基本的知识的所在，甲你教讲你伫个外口安怎会当较快乐过日子安尼。到 first class 了你就是差不多就是较先是咧照顾囡仔，照顾细汉的囡仔，
这个时阵你学的物件都较侪是 merit badge，所以你大概对 first class 要到 star 还是 star 要到 life，这时阵你需要做的就是你爱一个你的迄团内底，你爱有领导的迄个工课，比如讲你是团长，还是讲你是副团长，还是讲你是人出外你也负责翕相的，还是讲开会你负责写会议记录的，反正你也有一个工课，做半当，你需要去上迄个 merit badge 的课，上几个，你需要去service hour 几点钟，安尼你就通到后一顶，上尾要升顶到伊个，就是一个足大的事工，你爱做足代志，所以头前这拢较简单，毋过因上无Scouts 对伊个即个要求是掠足暗的，就是你爱足认真才有法度做会到。来，大家团拢有一个叫做 PLC， 就是Patrol Leader Council， 这是啥？就是囡仔开会决定讲，咱这个月要做啥，决定讲咱今年去啥物所在露营，咱拢先安排好势，这 PLC 就可能一个月开会一摆，讲咱这个月迄个大家来聚会时阵，咱要做啥物活动，等于讲是这个团的事务拢是因家己去参详，所以你上无爱是 first class， 你才会当去参加这个 PLC，安尼较细汉伊就会当去帮听，毋过普通因都袂来，因为感觉足无趣味，而且你若是对 first class 了后，你想要升顶，你就是爱伫个 PLC 内底做半当以上。这是真好的领导的训练，因为你毋若是爱甲人开会决定要做啥，你阁爱知影讲甲啥物人讲做啥物代志，因为刚用讲的代志袂发生嘛，对吧？所以你尾仔就讲阮后礼拜咱要来meeting 的时阵要来办主讲比赛，你就爱像你去负责想讲咱主讲主题是啥？像你去看讲咱迄个仓库内底遐雅数敢若还有够，等，所以你就爱去分配工课，个练习对正人讲话，因为开会这个代志就是一定有人甲你意见无共款，还是等，你安怎甲人参详，就会当学习做代志的材料。真侪就是安尼训练了后，因的气质就会甲一般的囡仔无共款。有一个故事是讲，阮有一个囡仔去麦当劳樱桃路，一般的囡仔我毋知是安怎去樱桃，毋过伊就是去店里问讲，我看到恁咧招人，你敢有当互我经理的名甲电话，我直接甲伊联络，就敲电话去讲。我是啥物人我敢毋若甲你约束时间，啥物时阵你有闲，我去找你，甲你讲话。迄个头家就讲是安怎会来一个即款的囡仔？因为一般伊收到的囡仔来甲伊讲话，毋是安尼。即摆囡仔毋是安尼咧讲话，这就是经过安尼训练的时阵你会知影讲人是安怎做代志的，你会知影讲你甲人参详代志的时阵，你安怎讲，人才较会当理解你想要做啥，所以就是甲人讲话会较顺序安尼，甲人交代志较顺序。好，过来最后讲到 merit badge 这个物件 ，merit badge 就是随着上课啦，就是伊就开一门课讲写字课伊就去上迄个上的时阵就有讲你要学了啥？你要知影这个经伊的构造是啥物？你要知影讲用经的时阵伊安全要求是啥？你写字的时阵安全要求是啥？等，你安怎会当写字是对的？比如讲迄个屈势还是对的尾咧，你的考验就是讲你写出伊的字要有写10支，要有3支，
12只中迄个医科内底，若是你拢会当了解来做会到，你就会摕到一个医院的badge，就贴伫你的制服顶悬安尼，伊有足侪款130多种的无共款的课程，就看你会当去学啥，比如讲骑马啦、A 船啦、等，毋过咧，你若是想要爱升等到医国，伊有13个 merit badge 是一定爱会晓的，一定要去上过会当分做几类啦一类就是讲你的生活的能力比如讲煮食这煮食若是讲你去露营的时阵你爱煮互人食，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你去露营的时阵，你煮3顿互人食你去 backpacking 的时阵你煮3顿 backpacking 的食物互人食个你伫咧厝里煮3顿互你厝里的人食当然这是上尾你一直爱做会到代志进前伊就甲你讲煮食的时阵你要注意啥啦等有诶无像 family life 伊是讲啥讲你厝里的工作要有人做所以你爱摒扫你爱洗碗你爱洗衫伊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讲你转去甲恁兜的人参详看讲恁厝里啥物代志是你要交互你负责的你就爱记录12礼拜这12礼拜你敢有甲人交点互你的工课做了等记录12礼拜所以这就是讲互你知影讲你袂当伫咧厝里逐工敢若要食毋讨趁就敢若伫遐享受这厝里有足侪工课是你爱做的一般囡仔是袂有即个感觉，就是老爸老母拢要传好就是这嘛是一个真好的训练personal fitness 就是讲你爱运动对比如讲其中一个就是讲你去外口走一摆，看你几分钟过来你逐礼拜你安排你训练的时间就有几工你去走一摆尾12礼拜了看你走一摆即马几分钟有即个记录你就通摕到即个 merit badge 即款就是望你是一个健康的人这对因可能比如讲较大汉了你也是有一个运动的即个惯势对你的身体嘛是较好嘛因为因即个思考奥斯内底有一句就是讲你爱保持你身体健康personal management 就是要安怎管理的钱比如讲伊一个要求就是讲记录你12礼拜内底恁爸母互你偌侪钱，你去外口趁着偌侪钱你实际开出去钱偌侪，开伫啥物所在就互你对你的钱文的出入较有一个了解毋通讲无趁遐尼侪就直直要开这嘛是对一个囡仔大汉了后来讲，这是真要紧的物件所以你看这4个 merit badge 就是安怎互你做一个成功的大人对你大汉了后你就是爱食饭嘛，你就是爱家己煮饭你住伫厝里就是有遐尼工课遐尼侪工课你爱做你趁钱你就爱控制讲你毋通开了伤超过就这是做一个大人应该会晓的物件毋过学校是袂教的对就是即个当军就来教你即个代志另外就是出外佚佗的材料比如讲camping 你就爱去露营几摆swimming 就是讲你迄个游水你爱游偌远迄个去爬山啦去骑脚踏车即款要爬去来即3个拣一个安尼因为这方面就是因为因伫咧迄团内底就是定定去做的，就是定定去 camping 去，所以对咱讲就是无讲介困难过来就是紧急应变因为你伫外口佚佗有当时就是拄着一寡危险的情形还是啥
就互你对这方面较有意识，因为你完全无受过这款训练，啊，你代志发生的时阵，你就硬去，上无则先甲你讲过一摆，你就较知影讲这款物件要安怎处理，比如地动来要安怎处理，比如讲恁兜火烧厝你要安怎处理，这就是 emergency preparedness，比如讲你画一下恁兜的地图，讲出口伫倒位，虽讲你逐工住在厝，你会知，毋过你斟酌去想的时阵啊，你会想讲，若是客厅火烧厝的时阵，你敢毋敢对遐过？普通时你是袂安尼去想的，比如讲，若是你伫学校发生地动，要安怎甲恁爸母联络？恁敢有约束一个所在见面？这就叫你去甲恁兜的人参详，讲若是发生即款代志的时阵，你要安怎？因为普通时啊，你无代志，你嘛袂去讲这物件嘛，对无？有即款的机会，就是互你小可参详一下，对恁厝呢，若是发生即款的天灾地变，是有帮助的。First aid 就是较基础的即个急救communication 比如讲安怎敲电话互人讲电话，比如讲安怎比如讲开会安怎甲人讨论较有效率，即款的就会伫 communication 内底讲，当然会讲一寡甲军队有关系，安怎因军队拢安怎互信号讲互人知environmental science 这都是较环保有关系，因为你去野外，你无望讲就甲人的环境创歹，所以会教一寡即款物件，上尾一项大项的就是安怎做美国人，安怎做美国人，比如讲 citizenship in the community 就是你安怎来服务你的社区，是讲你伫政府内底官员，你要安怎甲伊计较，你要安怎去参与这政治的活动，citizenship in the nation 呢，就较先美国规个政府的组织是啥物款，你要安怎甲政府计较这款物件，citizenship in the world 就是国际关系，就是你安怎去认识别个文化，安怎认识讲美国伫即个世界内底的角色，上尾一个citizenship in society， 这就是 DEI 啦 ，DEI 的意思就是讲无共的族群要安怎平等斗阵，迄个同性恋的权利，你要安怎甲伊保障，就是甲你无共款的人，你安怎甲伊斗阵，毋过今年开始因为Trump 做总统，伊就要求大家莫做即个代志，对无？所以国防部就甲迄个史高通知讲，你若继续加济，阮就无爱，阮逐年拢有甲你寄付足济哦，毋过若继续加济，阮今年就无爱甲你寄付所以无大话就只有甲伊取消，就会有即款的代志。以上这就是你对遮就大概看得出来讲，当军是伫5万囡仔做啥物代志，就是伊就5万讲，伊是一个有路用的人啦，就是安尼，所摆你会感觉讲参加的利益就是伫咧遮，因为伫咧别个所在，你大概袂听到即款，你大汉了后，你要安怎做一个有路用的人，即款的代志，咱就感觉讲，咱就是安尼大汉，咱就职业就找头路对无？毋过并毋是逐个囡仔拢会安尼遮顺序，就是我是听讲，亲像美国若是查甫囡仔去读大学，有40%读袂出业，顶多是查某囡仔去读大学，有90%会当出业，这真差足大，就感觉讲，伫美国事实查甫囡仔是有一寡问题，是有伫遐的，好过来因为你若参加当军，你就5万，你通摕到1个，
我听讲大概差不多5%的囡仔有参加的囡仔会当摕到医国，大部分拢做袂到。我毋知影，阮囝去的迄团是基本地90%以上拢会甲医国做了，毋过你会当看得出来讲，伊需要足认真，就要开足个时间伫迄顶管，所以伫咧要摕到医国的 rank 啊，有一项叫做 Eagle Service Project，这物件是安怎嘞？你爱去直接一个无出单的组织，问迄个无出单的组织讲，恁最近有欠用啥？我会当安怎甲你斗3工？我甲你做一项物件。这做的物件真侪因拢会想讲，咱来做一个用茶做得出来，比如讲一块椅啊，一个册橱啊，这款的，嘛无一定是安尼，比如讲，有一个囡仔伊去做，就是去问迄个一间教堂讲，你敢有欠人甲你整理环境？伊就做整理环境这个物件，安尼嘛是会使，就爱去问讲，你有啥通好斗3工？这个斗3工的物件，毋是讲一个人去斗3工，迄个程度，是一个人做袂到的。你需要，比如讲，10个人、15个人同齐去做的这款程度的一个事工，安尼来看一定会需要开钱。比如讲，你若要甲人做一个册橱啊，你一个人无可能做一个册橱做的，你可能2、3个呀、4、5个人斗3工做，你需要开钱去买材料，开钱去买遐家私，所以你都爱去装钱，你才有钱通开，去买遐物件。你爱去闹人，因为你一个人做袂到，一定是足侪人同齐来做。这个要摕 Eagle Rank 的这个囡仔，伊的责任是啥呢？伊就是 Project Manager 这款的工作，所以伊的工作是管钱、管人，去甲人计价，确定人的需求是啥，确定伊做出来的物件是人要爱的，所以这是经理的工作啦，所以伊毋是亲身跳落去做，就讲阮今日要甲伊做一个椅仔，伊毋是亲身去做一个椅仔互人，伊是绕人来同齐做一个椅仔去互人，伊做的工作就是管理遐个人，所以遮咱看到一寡应该嘛是 PT 去找来的，比如讲公园内底椅啊这款的物件，阮囝旧年嘛有去做这个 Eagle Project， 伊做的是啥？就是去问迄教堂讲你爱啥？教堂讲阮迄个园区遮大，人来当然失落，所以阮要伫内底放地图，伊就是去做迄个一个架啊，印一张地图，就创水放内底做3、4个。大家门顶悬写讲，这个门入去是啥物件？这入去是会议室，这个内底是迄个摒扫的人放家私的房间等，做一款牌啊。除了这 Eagle Project 了外但是你就是你爱迄个伫 Life Rank 做半当的 PLC 的工作你爱小可讲一下，你伫个这个当军内底你学着啥？你有啥物感想？你爱有去上无20个Merit Badge 课，其中13个是人规定的，就是拄则讲迄13个，剩下8个你通去经一寡有诶无，比如讲啥物写钱啊、徛马这款，你的 Eagle Project 来做了，你搁爱去找4个大人，甲你写推荐的批，所以你爱识识一寡大人，你爱嘛爱高正甲因甘愿替你写批安尼，你搁爱这 Scout Master Conference 甲 Board Review 拢是要审定都会爱通过，毋过伊个 Board Review 毋是伫咧你的团内底做，你爱去迄个分会办公室，遐无熟悉的人来甲你 review 安尼，你就爱讲一下，讲你Eagle Project安怎做等有无毋是嘛毋是一个凊彩的代志，就是
咱是甲伊当做一个要紧的代志来处理啊。这拢爱伫咧你18岁生日迄天进前拢爱做了。啊，阮囝就是伫咧18岁生日进前迄天差一天甲伊的迄个申请书寄出去，就是上尾一天，啊，一般来讲袂安尼拖刷啦，阮囝较拖刷。来讲超4-5趴的囡仔会当，会当摕到医顾那样，好，好啊，过来即个是讲要安怎来参加吼啊？普通应该就是你有朋友伫咧模拟团，啊，你就会对去看，啊，若是完全拢无朋友，你就是爱家己去找，逐团的特色拢会无啥相像，因对中的物件会无啥相像。所以你嘛要去看讲，因为有的团都是大人管较侪，有的团都是大人管较少，囡仔爱家己注意的代志较侪，就所以我有精彩，啊，你就爱去看讲你介意倒一团，那选好你就是去注文，就会当参加，以上都是囡仔去参加这童军会做的代志啊，甲因会得到什么款的利益过来咱可能就对较运动这个这边来看，因为童军这个是算是一个运动，就是大家对即摆的囡仔安怎教育有伊的看法要安怎车养囡仔，成做一个有路用的大人，有伊的看法照即款的理念去推广安尼咱对即个运动这个方面来看伊安怎来形容，安怎来随意看咱敢会当对中学着一寡讲，咱家己咧做运动，因为咱拢是做运动的人嘛咱做运动会有啥物款的会当学着的来，先来讲这个童军的来历是安怎有童军这款物件这是1900年迄卡刀有一个人叫做巴登波威尔，伊是啥物人咧？伊是英国的军官互人派去南非遐当敌伊的专长是啥咧？伊的专长是探马兵就是因为你伫咧迄个所在环境甲人相战的时阵，你哪会知影讲对敌伫倒位？你哪会知影讲你要对遮行到遐，迄条路安怎行，较袂去互人埋伏还是啥所以伊专门做探马的这个军官有一摆咧，因就知影讲，迄个非洲的原住民要来拍因一个城，因就写批去英国，讲因派兵来，叫英国无派兵来，伊的顶司就讲无你去遐顾咧，就带比如讲300-400个兵，就去遐，结果互人围起来，困伫就围伫内底3-4个月，无法度出来，所以迄时阵要安怎咧？伊有就招城内底12岁到15岁左右的囡仔，都安排工课互因做，都淡薄仔参加伊的军队迄个意思，因为伊人嘛无够对吧？伊啥物物件拢无够，互围伫内底要安怎？这个代志就大出名，因为去互迄围3个月英国才派兵来。才甲解救，这个代志就大出名，大家都讲你是安怎伫遐无事，伊就解说一寡就变做一个出名的人，这人就变做一个出名的人，过3-4冬了后，转去英国，伊就发现讲，当初时因为伊的专业是探马对吧？伊就写一寡探马的课本，伫因军官学校伫训练军官的课本，竟然互英国的人。遐在地先生啦，啥教堂的牧师摕去教囡仔，摕去教囡仔因为都啥会安尼，就是因为伊迄帮阵去人伫迄马费庆去人包围3个月迄个代志，
变做出名的代志。啊，伊想要无输，伊讲哦，我训练迄个城内底遐原住民囡仔甲我斗相共阵有无？嘿，这代志大出名啊！英国的遐神仙啊，遐教堂的无输啊，迄帮阵会想讲，属实毋是迄帮阵，什么时代的大人拢会想讲，即摆囡仔毋食囝，要食毋讨趁，等等等等，就是对囡仔足不睦个对。安怎训练会当互囡仔变做一个好个人？今年就摕伊伫咧军官学校教囡仔教军官遐个探马课本摕来用呢。啊，迄课本内底讲啥？就讲你去野外，你去探马对无？你无带伫边仔尔内底对无？你要安怎会当活落来？你要安怎适应迄个环境？你要安怎对迄个环境有了解？啊，就用这个课本来教囡仔。啊，伊转来看到这个情形，讲哈，啥安尼？迄毋是写互囡仔的，伊就甲迄本摕定下，就是变做安怎训练囡仔做探马的工课诶课本，新的一本课本，就伫咧英国都有实行，啊，过来咧，就是有即个人啊，袂记啥物名，对，伊是一个美国人，伫咧美国做出版社，的一个人，伊就去英国出张，落船了就失落啊，失落了后伊就看边仔囡仔兄，就去甲叫问啊，囡仔兄，我要去啥物所在，你敢甲我报？囡仔就带伊去啊，带伊到讲，要人接不带，讲多谢你甲我斗相共，互你10箍，囡仔讲，袂使收，伊讲是安怎？囡仔讲，因为阮是 scout，爱甲人斗相共是阮的责任，袂使甲你收钱，伊毋捌听过 scout 即款物件啦，所以伊就足好闲啊，就问讲，你 scout 是咧做啥？干嘛带我去恁的爸母遐还是啥？闪咧换这个 scout，小解我见面，伊就因为安尼才来了解讲，迄个拄则迄个Baden Powell，伊要安怎讲咧？无场地来带领的一个活动安尼，伊就甲即个物件就早倒转来美国，就想要伫咧美国办共款的代志，所以就是美国这边的东军就是对安尼来的，Baden Powell 伊后来娶某，因某就办 Girl Scouts， 伊就办 Boy Scouts， 两个就咧做差不多共款的代志，安尼，嘛是传来美国安尼，所以咱对遮来看，你就通了解讲，是安怎会互人感觉讲东军有军国主义的迄款感觉，因为就是对军队内底的军官训练手册生出来的物件，当然都是迄款军国主义的气味会较重。问题是伫咧美国，迄款感觉无遐尔深，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无做兵，所以你嘛袂用要求兵仔的迄款法度去要求囡仔。若伫咧台湾就无共款，大家拢做过兵对无？所以若来带东军的时阵，迄就当做兵仔伫训练，因为因就是惯势即款的法度伫办即款的代志嘛，对安尼。另外一个就是安怎迄个宗教的感觉会遮尔重，这是因为Baden Powell伊当初是伫办即个活动的时阵伊事实要甲办互大的时阵是受到教会的启发，因为迄帮阵的教会就伫办啥？办 YMCA，办迄个 Boys Brigade BB，遮个人的意见拢是讲，即摆的人的道德感较无古早的人遐重，但伊讲的即摆的人，意思是1900年代迄个时阵，即摆的囡仔，所以毋管啥物时代的人，大家拢感觉囡仔甲咱无共款，囡仔较无效，一拢是安尼啦，所以迄个宗教的感觉会较重，就是因为安尼来的，就是伫咧 Scout 内底其实因讲，因有一个 Scout oath 伊就讲On my honor, I will do
my best to do my duty to God and my country。所以伊对这宗教神的信用的这个部分伊较有对重。好来看，到自1900年代这个渐渐参加当军的人越来越多，到这忽然间无去，这是安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迄个肺炎，肺炎你就袂当组织，你就袂当甲人出门去佚佗，毋过肺炎了嘛无倒转来，就是忽然间就减少足侪人来参加。另外一个原因是，迄个时阵Scout 发生一项大出名的代志，就是伊破产。想要 Scout 会破产呢？因为进前叫人告啦，讲我少年的时阵参加 Scout，去互阮迄团的迄个 Scoutmaster 乌白来侵害安尼，所以赔足侪钱，所以迄帮助就宣告破产，破产了后，才个发现就是赔人差不多什么几啊10亿这款的物件，所以就看到讲有影是环境的关系啦，是讲因家己做代志无注意的关系，大家参加 Scout 的意愿会变少，所以伫个中因就会想讲要安怎会当佫招较侪人来，所以因有一款改革的法度其中一个就是减少宗教的色彩，所以因即马比如讲因会出一寡，你若是无信用的人，你啥物信拢无信的人，你要安怎来照阮讲的讲啥物 do my duty to God， 因为因有足侪物件拢是甲这个宗教有关系，你要安怎来做这款代志？所以我会看到比如讲有一团拢是穆斯林，阮去summer camp 都有隔壁团，就是查某囡仔是包头巾的穆斯林所以因嘛是会找到因去办的法度较无需要绑伫这个基督教的迄个色彩内底，所以减少因宗教的色彩。另外一个 DEI 就迄帮阵世俗来讲这个社会环境就是真对重 DEI 这个物件嘛，所以因就比如讲迄个 citizenship in the society 这个物件就是迄帮阵肺炎了后开始的。进前会讲你若是同性恋囡仔，你袂当来参加这后来嘛取消这规矩嘛是取消等等，就是较符合这个社会一般人的意见安尼地方教stra就是讲因有足多训练就是讲保护囡仔啦，就是讲你袂使干那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做伙做啥物代志上无爱两个大人同齐伫咧迄个所在，甲囡仔开会的时阵写批互囡仔的时阵敲电互囡仔的时阵这拢需要两个大人上无爱两个大人伫咧等等这款的都大家拢两当都爱去上课一摆，所有大人两当都去上课一摆提醒你讲你小可注意一下咁恁这团内底敢有人伫黑白来这款另外一个就是关系查某囡仔一般的意见是安尼，就是讲若是阮兜若是一对囝查甫的去参加当军查某的迄个要安排伊啥物活动嘛想要参加当军，但是无法度，因为因无收查某囡仔就爱比如讲你有影就想要去 Girl Scout， 无 Girl Scout 就是足奇怪迄款完全毋是符合社会期待的对女性的迄个角色的期待完全都毋是还是讲送伊去别个活动就爱去送去两个无共款的所在
所以迄帮阵就是讲，阮叫做 Boy Scouts of America， 安尼都是敢若查甫囡仔，查某囡仔就是袂上来啊，对吧？所以就甲伊个名叫做 BSA， 这个 BSA 3个字是无意思的，就敢若做 BSA， 这时阵伊就开始收查某囡仔，毋过会想讲，即马诶世界真恶得找到一个什么所在是，你身躯边一团的活动内底，查甫甲查甫是分开的，较好嘛就用人做伙对无？若是安尼来看，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分开，敢无利益伫咧遐？所以因就是决定讲好，若无安尼，查甫囡仔团甲查某囡仔团分开班，你会使。讲这团甲迄团感情就好，所以去露营拢相招一个同一个所在，同一个时间，安尼 OK， 所以就是听过的团甲小妹的团拄好相招去同一个所在露营，安尼无问题。事实你就知影讲，这两团咧办的人是同款的人，因内底拢是亲戚安尼，所以都是互人一寡方便啦，因为查甫囡仔即摆的社会都是安尼，咱拄则看到遐个。做一个有路用的人，安怎做一个好的美国人？安怎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安怎管理的钱文？这甲你是查甫敢有伫代？无伫代啊，对无？是安怎查甫囡仔袂通来参加？所以都有一段时间都做 BSA。即马佫改名，佫改做 Scouting America。是安怎咧？就是对旧年开始，因在试办讲，敢会使？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拢去同一团，都卖分开，敢会使安尼？都开始试办。今年开始都有接受即款的申请，你若申请一团新的，收查甫的查某拢收，无问题。阮迄团是嘛是伫咧 BSA 即个时代，有申请一个查某囡仔团，毋过办了无成功，就倒去。旧年也是两当前有个定办一摆，迄个倒去的原因是安尼，就是迄个 Scoutmaster 伊做了伤过，互人方便，对，比如讲恁查某囝今仔日无法度来，无法度来开会，是因为你无应该在来，安尼无我去甲你斗在，又尾啊，变做伊家己一个人在换所有的代志，伊无甲工课分配互。较侪大人同齐斗相共，所以迄是伊个问题。阮第2摆办的时候较顺利，毋过即马迄个问题嘛是讲，查甫囡仔团，因为是阮查甫囡仔团另外办一个对伫边仔查甫囡仔团，事实第一因人额较少，大人去斗相共的嘛较少。因的钱嘛，也无遐尼多，因为参加的人较少，寄付较少，所以因呢会当买到的物件，比如讲布棚啦、困鹿啊，嘛无法度传遐尼多，所以今年有在考虑讲，敢要有影合作一团，毋过这个时阵现在查某囡仔就会有考虑讲，因就想讲，若是安尼，阮在选举 PLC 的时阵，啥物人要做团长？这个时阵，阮查某囡仔人也就是无够，安尼要安怎选举选会赢？尾啊 PLC 内底拢是恁查甫囡仔家己选家己的人去参加，阮都拢无机会去参加 PLC， 我都成定，因为有即款的考虑，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咱甲查甫囡仔甲查甫囡仔分开检菜是有道理的。毋过当然男做伙嘛是有另外好处，这个时阵你就爱去掠账讲，你安怎会当小可保障一寡较少数的人去部分伊的管理，比如讲，阮会开始想讲好，若无咱有一寡会议的时间是恁小组，恁家己传小组去家己讨论。就卖规个团同齐，就会当互恁家己有一寡家己的时间安尼，像有即款的。好，来咱过来就来讲，
要安怎家己办一团？啥会讲即个咧？吼，就是因为我伫咧公园内底啊，捌看到一团，规团咧讲越南话，就遐囡仔大人拢是讲到越南话。我就讲哦，原来是会当安尼办的呢，咱敢有法度办一团拢咧讲台语的？所以就来研究一下讲，研究一下讲要安怎来家己办一个团，所以这个 Scout 啊，伊有一个总会嘛，叫做 Scouting America。总会伊是无出产组织，伊是一个法人，伊伫咧各地拢有分会，分会叫做 council，这个 council 嘛拢是无出产的组织，这个总会的部分啊，伊较是咧办公，伊业务较是当军的活动的内容是啥？比如讲，你的 merit badge 有130外个，这 merit badge 上高爱上啥？咱什么时阵会加一个新的 merit badge？ 比如讲，今年新的 merit badge 是啥？是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因为就是死行的物件嘛，就讲囡仔嘛，对这物件有寡了解，比如讲，进前迄个新的 merit badge 就是迄个 citizenship in society 的，因为大家对这个物件对中，迄个 Black Matter Life 迄个时间都放进去，所以因在管的就是讲这个活动的内容，迄个标准，比如讲你要对 Star 变做 Life， 你爱有完成什么款的工作，这款的标准，就是这总会的制定，分会在做的工作都较是行政的资源，活动的资源，比如讲因来办 summer camp， 互大家当去参加，因嘛会换一寡财产，比如讲因迄个 campground 是因买落来，大家 council 大家拢2-3个 campground 是因买落来，都伫遐办活动，逐当办一寡较大型的活动，互大家来参加，比如讲拄则譬如讲的迄个斯高托拉嘛，像斯高托拉嘛，就是招生啊，就是互人知影讲斯高一个算啥物件，比如讲办迄个 camporee 就是团甲团的运动会比赛，比如讲比赛记查箍，看谁记较紧，这款的物件，所以这是总会甲分会。你若要申请一团，你就要去甲分会登记，大省了有3个大人加5个囡仔，上无爱有5个囡仔，大人上无爱有3个，这3个有因都爱有做这3项工作，其中一个就是 committee chair 是安怎的？因为伊就是爱甲这团内底家长开会，有啥物代志请家长支援，有啥物义工请家长做，比如讲爱有人去装钱，这团才办得落嘛，比如讲你爱有人你爱有人来教 merit badge， 你爱有人来比如讲斗相共带去露营，斗相共赛车去，都需要一个人来统管这个大人，来开会讲大家来斗相共做啥物代志，需要一个 scoutmaster，这 scoutmaster 就是指导这个囡仔，对囡仔嘛是需要人顾啦，这个意思啦，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组织，要来成立这个 scout 的集团，因为这团 scout 伊唔是一个法人，伊唔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当然你嘛当然变做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因为你内底有3个人，这3个人可以申请。那是安尼，你就是你家己的 chartering organization， 所以就是你迄个 non-profit 来成立一个scout 的团，安尼你要找一个人来甲伊斗做这个代志。有影找无家己办，一般来讲去找教堂、找学校来甲伊斗办，因为因教堂都是会想要做这个代志嘛，因为 scout 的宗教色彩不加重，所以因会感觉讲 OK 安尼。所以比如讲你若是囡仔去参加什么活动，甲人创办什么物件，想要负责赔偿，都是这个 chartering organization 爱负责，所以 chartering organization 爱负责，爱对你爱负责
你即个团诶所有甲社会直接法律的关系，都爱有一个人去对因报告，所以要成立家己的团，伊就是爱找着5个囡仔、3个大人，找着一个人监管来替你办，弄有了就去找即个分会去甲伊登记，伊就要成立。好我想就讲到这吼，看大家敢有啥物问题要问还是有啥物想要讨论的，安尼。迄落老围区遐有人问问题。我来看。伊讲若是台湾看到的，拢是学校在办美国看到较少，有影，因为就是你对遮看到嘛，就是恁若是做啥物歹代志，伊爱负责学校无想要对你负责教会较会甲你负责，所以你就真侪拢是伫咧教堂咧办，毋过教堂伊嘛有家己的物件啦，就是因拢有啥物 youth program，对一般来讲，虽然是伊来办即个 scout， 但是伊袂有影来甲你管，伊袂管讲你伫遮你就要信，你就要来参加我的教会，你来信我的教，大部分袂安尼，就是出一个名字，hello， 囡仔兄，要请教吼，拄啊，你讲迄个今年2月迄个什么社会的什么迄个促销啊，迄嘛真奇怪，迄就是社会性的迄伊这个也是伊这英语的社会性是甲我想的不同款。这讲 citizenship in society 是迄个名啦吼，伊的内容是啥咧？伊的内容就是讲，你要尊重甲你无共款的人，比如讲，莫因为伊的皮肤的色水，就对伊歧视；莫因为伊是介意查甫，就甲伊歧视。要安怎来做到即个尊重？你对即个议题你有啥物看法？因为当初是伊甲即个物件放入去课程内底的时阵当时就是迄个Black Lives Matters 迄个时间，所以这算是一个足敏感的主题，伊即个课的教法就甲别个课无啥相像，即个课的教法是用讨论的，伊就敢若等问题互囡仔，问囡仔你的意见是啥？伊对伊敢有啥物想法？对这个问题敢有啥物想法？安尼，上无甲即个迄帮阵。感觉即个物件是美国社会内底的一个足大的问题，所以望讲囡仔对即个问题有因的想法，才会做即个代志。伊对这款的议题无介意，比如讲真毋是有迄个，因为 DEI。就是国防部袂使阁有 DEI 这方面的物件，所有的这方面的课程拢会取消，大学内底袂使教这是伊用伊的行政的权力，算讲是去压迫这个社会做伊想要做的，行向伊想要行迄个方向，所以伊国防部因为国防部的头家就是总统啊。所以国防部才会讲，恁若是继续教这，我的头家讲，我的钱袂使互你，我也袂使甲你寄付，所以不得已，阮就只好甲取消。取消是出一个的 require， 还是规个课程拢取消？规个课取消，袂使阁教。我有问题就是，安尼明，即种议题敢袂使伫迄个community 遐？community 有讲其他的议题，
我会记 community 咧讲的议题是讲，较像是社区服务，你对你的厝边啊，你的社区、你的城市，你应该爱尽什么款的责任，所以伊这主题是无啥相像的。安尼内底嘛，讲若要较清楚，迄落伊就甲讲，你的社区内底若有一个伊是同性恋的，啊，你要甲服务无？还是讲迄是一个黑人要甲服务无？问题就是即马因的政府的意见就是讲，你若继续讲即款的议题，阮就无爱甲你寄付。是安尼，所以无法度。后前即三个课拢已经足久啊，拢已经足久啊，所以因内底内容就较无即款的进步的思想。所以就是有想要去改革，不过这个改革嘛是受到较守旧派的人的主动啦。这正常啊，就是行三步退一步，这正常啊。安尼迄落像伊即种袂使讨论，迄个头仔就已经是有，就是即方面的，像讲伊就有黑人啊，伊就正经伊是同性恋，也是讲是迄落什么，什么，就是多元性别，伊遮人是要哪生活伫美国啊？这就是美国社会大问题啊！阮都爱对这中去找到一个一条出路，安尼是所有美国人爱去思考的代志。伊即马是袂使教尔，你其实会使毋莫讲。你拄仔讲迄个国防部有足侪寄付伊寄付是直接伫党会分会遐，还是讲各个团会当去申请？无，敢寄付互总会，因为总会伊无收入。对无？因为像分会，阮好小可寄付者，我一当寄付400-500，总会佫会办活动，你参加佫会互伊一寡钱，分会佫会办活动，去啥佫会遐钱，但总会伊无收入，对，所以因会较要意即款代志。请教恁办的活动拢爱家己，像讲参加的人爱家己出钱，还是讲？安怎啊？是讲有的人伊的经济，若讲无法度负担遐尼济，是恁会安怎处理？对，所以你一定爱去总钱啊。比如讲，像阮若是去办露营，你去选迄个露营地，因为是一大群人的露营地嘛，选一枚大概600块。你去参加，可能就收30块。但是无逐摆拢无够20个人参加啦。就是较细团迄度袂有20个人。阮最近可能有较会超过。意思是讲你拍袂平就对。所以你团内底一定要有家己有一寡钱会当来出。你团内底嘛需要，比如讲买家私啊，迄个雅树炉啊，布棚啊，囡仔可能厝里无布棚，伊来招啊。遮有诶无诶物件，你嘛要传一寡家己诶财产。所以你一定要有钱，一定要有收入。若是迄个Girl Scout 就卖饼对无？美国人足介食Girl Scout 的饼，看迄个饼，大家拢会去买。是因为好食，所以会去买。Boy Scout 就想讲若无呢，嘛来卖共款物件，就来卖 popcorn。若是较细汉的迄个 Cub Scout 的小学生，穿迄个制服，徛伫菜市仔门口口。讲来买 popcorn 甲阮寄付一个大家会去啊。这样古锥，虽讲迄 popcorn 足贵一包碎包20块随时你是寄付，是 popcorn 是礼物送你安尼，即个意思。就阮较早玩是会去找学校边补习班，因为因罢工过所以会找补习班。阮若有出啥物迄个活动的时阵，会有啥物节目还是啥物物件会当互因做安尼。所以你若是囡仔到高中的时阵，
你搁要伫遐卖 popcorn， 保证无人来买啊，嘿，因为无够古锥啊，嘿，啊，所以到迄个时间，你会当趁着钱的法度，你就要另外去想，嘿，像阮这团是安尼，就是迄个斯坦福大学因有football 比赛对无？有当时 football， 有当时骹球，有当时篮球的比赛。啊，因的迄个 stadium， 台语啥？球场内底都会卖食物。啊，因的食物毋是斯坦福家己咧卖，因是包互别人卖。嘿，啊，因是讲哦，高中生拢会当来申请伫咧迄个所在来卖食物。嘿啊，因的负责甲食物传好是，你负责卖就好。嘿啊，卖来的钱两边公家，趁着钱两边公家。啊，高中生就比如讲，你若是要办剧团你要有道具啊，你要有衫吼，嘿，迄款嘛有收费啊，吼。啊是讲，高中生办迄个乐团你要有乐器啊啥嘛是有收费。啊，伊就是借即个机会，互附近的高中生有法度为因的社团趁一寡钱，嘿。啊，阮就去申请去卖，所以，因若是futbol比赛的时阵，我就去遐卖哈斗，嘿。啊，伊就是一间店就交互你，嘿，啊，你就家己伫遐煮哈斗，家己卖，啊，因材料拢传好势，啊，尾后趁的钱才来分，嘿，啊，阮安尼一档卖当趁7、8千块，啊，都有钱通做代志，嘿。安尼意思就是恁总会伊无甲恁斗出啥，啊，伊只是伊就是恁分会恁家己去处理恁的代志。对，财务是家己负责，啊，安尼，哦，啊，安尼像讲恁共一个社区啊啥，因可能有几啊无共款的恁即种童军的组织。嘿，对。安尼敢会竞争啊？是讲迄个毋知会变做什么？毋过你爱想啦吼，你去换一个团啊，你嘛有偌侪人伫内底，若是10个你会嫌无够，若是100个你会嫌伤侪，对无？因为你管袂赢啊，人愈侪时阵，迄个代志是兵方在增加，还是三处方在增加？嘿，所以进前有迄团30个的时阵，感觉真舒适；即马50个的时阵，感觉诚力。啊，若20个会烦恼人无够，所以你会感觉讲，就是无法度办了伤大，大人家己的气力嘛是有限嘛。啊，阮好的所在是因为阮有法度去斯坦福，啊，若无迄个总钱压力嘛是会足大。安尼就敢若一个小型的组织啊，就是有，就像讲迄落台湾即种爬山的团体啊，就你若伫像讲台北即种较侪人，可能伊就不哩侪迄种爬山的团体，类似即种。嘿，是。哦。因为伫台湾拢是依照阮读册时，我读册时是拢是学校内底阁有迄个童子军的老师。对，阮较早嘛是拢有啊，迄款的就是啥，就是老黑对军中退休了后，毋知要去教啥，袂当做啥物工课，就甲囥咧学校内底教这个物件。啊，就感觉就是你就家囡仔当做兵啊，伫训练啊，安尼啊。因为其实嘛拢有，因为迄个是教啥物公民的老师，啊，就是可能阮迄阵高中的同学有较侪较兴咧升童军的，因就等于国中教童军的课安尼。即摆较好啊啦，就是台湾的童军，啊，毋过因为就是有一点仔军队的色彩，所以其实嘛是豆较少人在参加。嘿。安尼你美国即种组织，
迄个算讲总会迄边，伊敢有派人来看讲，恁即个分会恁伫办诶，来甲恁看恁办诶情形啊，恁要认证啥物货啊？就是总会伊敢若管内容，就是讲你有啥物课堂上，你要行政诶要求是啥物，总会甲管内容，伊完全无管行政诶物件。即分会伊开始有咧甲你斗相共，就是你即团嘛吼，你若是一个团，即个分会下骹可能有300-400团，伊会来，伊来毋是来甲你检查啦，伊是来甲你斗相共。比如讲，啥物时阵看到遐个人咧？因会来办募款，因为因嘛是无一定有钱，伊需要人寄付的，所以阮咧开会的时阵，一当也来一摆来募款。还有啥咧？啥物时阵看到咧？你有囡仔去申请医顾的时阵，你就来甲因直接，因为医顾的审查是伫遮。医顾进前行政的审查，你家己审查就好。毋过要行政做医顾，你爱去分会去甲因申请。所以因会管迄个物件，管足严。若是你的囡仔有影通过医顾了后，你咧庆祝的时阵，你办一个庆祝会对无？一个 party 讲阮囡仔即摆医顾，伊嘛会派人来，因为都是同齐嘛。还有啥咧？有当时是你要求伊来斗相共，伊就会来。比如讲，阮欠啥，请你来，阮欠一个先生，请伊来教，伊会来，阮需要办一个啥物活动，你敢要会当斗相共出一寡物件，伊会来。有当时有记者是像阮这团是因为较有历史，所以阮会当办 Merit Badge Midway， 就是阮办迄个今仔日来大家拢来上 Merit Badge 的课，阮开10门课，看咱这个城内底别团的人敢有想要来参加，即款的时阵因嘛会来看者。所以就是你有欠啥斗相共，就找因，因拢有专门的人，就是逐团因拢会派一个人负责甲你记者，可能迄个人负责4-5团啦吼，安尼，毋过因拢有人会甲你记者，就拄着问题当去问伊，拄着困难当去问伊，安尼。但是无要互你钱的，因为伊家己嘛欠钱。恁像讲你拄仔讲。你是一周有一个分会，还是？一周是像阮遮的分会啊，管什么所在？对San Jose一直到 Monterey， 这一大片。那你若是伫即个地区要成立当军的团，都要找因注册。较东边有东边的迄个分会，较我旧金山迄边有旧金山分会，安尼恁分会嘛真济对无？对，足侪。阮的分会就有3-4个 campground， 就是山内底，伊就买一块地足大地，伫遐做露营地。你若要去，就让去申请用伊的土地安尼。你讲拄仔讲恁迄团，像讲恁讲恁开课，恁开课的迄个时间点嘛，你讲后开10门课，拢是啥物时间点？别团要来，伊是就是讲伊感觉加恁的团，还是毋免，还是讲就是讲像讲阮即团的，阮可能就是收较俗，恁若别团来听，可能爱收较贵。这是当安尼做啊，毋过阮无啦，对，迄算讲是分会委托阮来办即款。大家来上课的活动，就宣传出去，互大家知影讲，即礼拜拜六有开5门课，看恁敢要来，安尼。恁拄仔头仔前讲迄落真济什么，学遐个一寡技能，还是讲伫迄个互我你要安怎迄个生存啥？我讲以早拢伫台湾这，阮敢若拢是迄个
高级毕业了后去社会，去参加其他迄落一寡团体，像爬山，还是讲啥物，还是社区大学，阮才有法度去接触着。连到你以早拢无迄个，你读册时根本就较无机会通接触即种物件，感觉这真好。我是感觉伊家己系统化了后变做一个学问，比如讲煮食哪有啥物学问？你就物件放落鼎底啊，对吧？你嘛是煮得出来啊。毋过伊就是有影家己变做一个课，在上，就内底就伊就出版一本课本啊，煮食 Mary Page 的课本，就对讲对刀啊安怎用才会安全，火安怎用才会安全，对安全的部分开始讲，讲煮食，比如讲无共国家的人煮啥物物件，有啥物款的大分类，比如调味料，大部分人安怎用，煮的法度有用煎的，有用吹的，有用杀的，有啥，安尼就是系统化来讲这个代志。毋过你家己伫咧厝里要煮饭，你敢无一定要去学这个课，对无？毋过有伫车学较好啊，因为像讲伫厝诶迄做地大人拢做无爱囡仔去捌迄个鼎迄火啦啥物件会惊，无就是会黏嘛。你若讲去遐有人甲咱教，毋真好。对。其中一个就是你爱煮三顿，互厝内人食。自迄开始了后，我就吩咐阮囝爱斗相共煮饭啊。所以阮遮3个人小腿煮，就轻松啊，对无？囡仔家己会晓煮啊。来，干分请讲。对啊，你拄仔有讲到讲，你有看到伫公园啊有规团拢讲越南语的，即马敢有就是有啥物计划，还是啥物要来设计？比如讲，像你专课应该大部分拢抑个是英语课吧？敢有？我毋知因是安怎有法度规团拢讲越南话，教人安怎拍架用越南话咧解说。系啊，因为若要招一团台语团，嘛是爱有一寡台语的教材啊，还是资料安尼。无这伤尔啦，我感觉我无才调去办这输赢的代志做袂了。我囡仔有大汉啊。若有要其实我是有熟悉一寡即马伫台湾咧做当军的人，因为因大部分就是我熟悉的是大部分是伫学校做老师，所以其实因嘛拢是应该拢是用华语咧教，毋过因为因是伫高雄，所以其实有可能教的时阵是教华语，真正咧活动可能嘛有南瓜台语啊啥啦，我会当应该小问一下安尼。就是讲，啥物物件都用台语做啊，就是你买啊，毋尔，对吧？对啊，像迄个什么生甲乌妈妈，因迄就是啊，因迄感觉迄就甲恁这，伊嘛拢伫互我啥，这都有成即种，只是我无真了解因内底上内容是啥。当军这听起来是较有一套制度，有迄个阶层会晓互你升级，互囡仔较有成就去参与安尼。所以有好有歹啦，就是对我来讲，感觉上好的就是囡仔去熟悉别个大人，因为囡仔对待厝内大人的态度，甲伊去对待别个大人，尤其这大人毋是学校的先生，这款的角色，是一个安怎讲咧？就是你后摆出社会了后，你会拄到就是这款的人嘛，对无？就是无一定你拄到的人拢是像学校的先生安尼，对你有一个统管的权力这款的。
你要安怎甲遮个人计较？我感觉即摆囡仔就是欠即款的训练，所以这我感觉对因来讲上好的就是安尼，看到别个大人安怎甲别个大人讲话。即套啦，台湾有人来推送，真好，因为即马学迄种的，我感觉迄拢真无实际。台湾的当军就是军国主义足重啊，对吧？对啊，较无像讲你拄啊美国的即种的，较无伊迄个原来当军的精神啊。真歹讲哦，检测台湾迄较是原来当军的精神哦，阮遮是甲遐物件放杀掉。安尼就是爱改啦，嘿啦，爱改迄落较符合，就是较好的目标啦。应该是啦，因为台湾即马的当军其实含全世界拢有咧交流，啊像即马像迄个有迄种逐个国家有轮咧办迄种世界的 International Jamboree， 旧年办伫迄个韩国，办啊一半讲天气伤热，取消。迄个场地伤歹，伤侪放啊个无，感觉无啥啥。真正我有参加细汉的时阵，参加过迄种办伫我是记得伫荷兰，伫倒Netherlands遐。迄就办了介好，迄就足侪。美国敢若嘛有办过2、3届。所以其实全世界当军拢有咧交流，所以台湾的迄个色彩是嘛是较无遐重啊啦。毋知因为我对台湾的当军印象就是敢若是国中的时阵，因拢有迄当军课，因为来教的是老乌仔，所以就是去人当作兵仔在训练安尼，就感觉有啊，我迄落当军课定定嘛，拢去人借去迄落啊考试啊。哦。嘿啊，顶摆阮去竹南读册会有一个，伊嘛是以早伫教当军的。伊讲伊的课无可能要借人用啦，就是讲伊足注重伊的课，伊毋是老外，就是咱台湾人，所以伊就讲，哪有可能我的课无要借人啊？这较是较正确的。毋过当军囥伫学校内底，有感觉毋对，无迄款囡仔家己去催促，互即个团的工课做会成功，迄款的感觉。有一寡当军团是用社团的方式啦。迄嘛是有。我迄阵参加，就是20-30当前参加的时阵，就已经安尼。你有代志要讲？你要讲啥？因为大家咧等你。你要讲啥？你即摆咧食苹果，爱食苹果。对所以其实台湾嘛是有一寡社区的团，嘛是有一寡。学校，因为学校像是我迄阵读高中，伫高雄读高中学校，其实嘛无管足济，就是大部分就是学生家己处理，迄就较有像你拄仔讲的迄种家己来看即个团的。国中的话，国中是嘛是有社团，嘛是有课。社团跟含课敢若嘛是分开的。社团就是你下课了，可能因为一节社团的课是啥，你若有兴趣的人才会去。所以迄种参与的方式嘛是较袂讲一定爱上课爱坐咧听啥。台湾的当军课部分我是较无了解，过因今仔敢若较侪是教迄个公民教育。做伙教
要请教迄落，明翰，恁迄个像讲美国的童军甲英国啦，还是讲就是世界上的童军，因即种敢有讲，就是讲去看甲双方的制度迄种，敢有去去迄落研究甲互相交流即方面的，还是讲像讲恁有迄个认证啊？英国迄敢有，啊，像讲台湾这敢有，我嘛毋知。应该逐个拢会无啥相像，嘿，对，因为活动的内容都是恁家己人去决定嘛，嘿，对，啊，美国遮是因为迄个因较有在控制讲，总会来决定所有活动的内容，嘿，就是所有的规矩，嘿，有啥物 merit badge 内底爱教啥，啊，你安怎申请即款的物件，因有在控制，啊，因为你是去甲分会注册嘛，啊，你所有的物件要申请做伊个你就是分会会甲你审查，所以因就是有法度控制讲你办出来就是迄个型安尼，我想要请讲。我想要请教，这敢有啥物民主国家才有童军？啊，若讲共产国家就无，还是讲其实即马是世界性的，袂讲中国就无。中国内底安怎我毋知影，嘿，啊，你若是看较早台湾，也毋是民主国家的时阵嘛是有童军啊，啊，伊就是摕来甲囡仔当做兵仔训练来洗脑的假死，安尼，嘿。啊，伫咧阮遮附近有一个叫做中国美国人童军协会，什么 Chinese American Scout Association， 因就是有足侪团啊，因拢敢若收中国囡仔，遐个团就同齐办一个协会，亲像阮遮有一个物件叫做 Wood Badge， 就童军内底有一个名叫 Wood Badge， 就是互大人去进修的，大人去学一个啥物物件，迄个物件就是leadership training 嘛，就是你安怎甲人计较，甲人敲代志，安怎伫咧生理顶悬成功，即款的内容叫做 Wood Badge， 因为竟然办中国话 Wood Badge 呢。是拢讲中国话安尼，请教恁讲恁即团的历史真久，用小讲者。毋知就是1960年开始办的，即马就是60几档啊，阮即团是，我毋知影，我感觉大家较认真。比如讲，你捌做过 Scoutmaster 对无？你囡仔已经超过18岁啊，无过来参加。毋过伊会留咧做副团长，就是伊会做 ASM， 伊会做 Assistant Scoutmaster。所以阮有足侪老阿公伫咧遐斗相共。第一是因为伊无囡仔伫咧遐，伊较袂有一寡敢若要顾我囡仔，无要顾别人囝，伊拢是别人的囡仔，第二是伊经验较有够，第二是伊退休的时间足侪，所以亲像阮的Eagle project 就是有一个老阿公在负责项，你需要做啥物稽查啦，你需要邮差啦啥，都去因兜车库做，假死足走转，就是较早已经做过 Scoutmaster 的人会留咧。是感觉是阮即团的特色啦，就是 ASM 足侪，有的团都毋是安尼嘛，有的团是迄个一个 ASM 一个 Scoutmaster 已经做30档啊，拢是伊在做。阮即团是会换人，就是3、4档换一个，恁这嘛是有委员啦啥安尼，像讲
长老教会有无一个几啊个人来，敢若会议制度啊，甲个选一个会长安尼。就是照拄则迄组织的图来讲啊，吼，就是有一个大人做 Scoutmaster， 就是伊负责管囡仔，另外一个大人做 Committee Chair， 伊负责管所有的村的大人，啊，另外一个大人是做Charter Organization Representative， 就是伊负责甲迄个，就阮迄团是教堂成立的，就负责甲教堂的人计较，开会主要是囡仔开会去决定讲要做啥物代志，大人就是敢若斗相共尔。大人爱做的就是出钱，比如讲要去订迄个 campground，出钱去订，塞车，今仔日要去迄个所在露营，塞车载因去，所以大人是斗相共，无地当然嘛是会有一寡大人办的活动，比如讲迄个 Mary Page Midway 上课的这个代志，大人办，有一寡大人会替因做决定的代志，比如讲啥个，属实感觉无啥物替因做决定的代志，比如讲要去倒位 summer camp 嘛是因家己拣，毋过阮会决定讲安怎去，比如讲伊旧年 summer camp 伫咧 Wyoming， 主年 summer camp 伫咧南加州，阮就会甲决定安怎去，比如坐飞机去，还是讲阮甲就是迄个甲你说一个巴士，坐巴士去，有就是这款较无重要的，较 logistic 的代志，就是大人会当甲因斗相共。阮以前学这拢会学讲有啥物野菜是啥物乌丁菜当搬来食。美国嘛是有时行讲，啥物物件会使办，会使摕来食，敢会安尼？无，因为伊无要求，伊无要求爱做这，伊的要求是你认捌10种你即个所在的食物，甲10种即个所在的动物。这最简单处理看这个树仔是啥，迄是真简单的代志，大呢都无啊，因为普通你去露营，你嘛袂摕遐挽草来食，你一定是去菜市仔买食物，再去露营对无？普通大人嘛是安尼露营，所以囡仔嘛是安尼就好。台湾可能山内底会当食物件较侪，阮遮山内底无啥物件通食。你敢知阮遮原住民较早食啥？阮遮原住民较早是食树仔籽，迄个树仔籽是有毒的，所以伊挽来了后伊先堆好碎，用水直洗，甲迄个毒素拢洗掉。所以迄帮阵的原住民生活是开足侪工伫这顶悬，意思是讲无别项通食，含有毒的物件拢爱摕来想办法甲伊食落，安尼。安尼，我想讲美国遐尼大，应该要食物件，新山来凊彩嘛有啊，结果毋是哦。毋是。我拄仔查迄落 Google， 伊讲迄中国无，就是讲禁止，就是因为伊讲童军这是独立的组织啦，所以伊讲禁止，有即种独立的团体。无怪中国人来美国了后会就想要参加，对，因为因的国内底毋捌看过嘛。即马伫台湾是讲学校门口拢会叫童军的社团去用纸去起一个，其实迄拢可能就是军事的，毋过就是较互人欣赏的好看的，毋是真正要互你爬去你看远的。恁遮敢有嘛做实行的，就是家起甲用纸去起甲悬，互人看水。阮遮第一无滴敢有查，
用茶阮会做啥？阮咧做诶物件就较毋是款看水军事诶物件，较是你想讲吼，150年代你加州还无白人咧大迄阵，一个白人要对中西部来到遮，伊用茶做啥物件？比如讲用茶做迄个起前厝，简单诶厝会当大，还是讲用茶起迄个面筋架啊，用茶起一个水碗诶台啊，就即款，就是你去到一个迄个深山哪来诶时阵，你是要搬去遐大诶头一个人，你需要用茶起啥物物件？阮会时间互囡仔起即款物件。台湾迄其实嘛毋是敢若看水，也是真正会当，因嘛是会起迄种真正会当互人起哩诶。除了迄种工程了后，我进前细汉诶时阵，参加诶时阵，因是会起灶，对路用诶时阵，家己起灶，来煮物件呢。那安尼咱今仔时间嘛差不多，我先甲录影关起来。若要开讲会使，若无咱就会使到遮就结束。